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12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8。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38。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4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4。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9號 ，Extra number is 39。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多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6號、18號、29號、34號、37號、38號，而特別號碼係39號㗎。